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人活着爱食两种食物，一种是肉体存活的食物，另外一种是灵魂活命的食物。肉体的食物若是供应无够呢，咱知影人的肉体就会袂当生存落来。同款呢，人有一个灵魂的生命，这灵魂的生命若是无活命的流失，这个食物来供应咱的咱内头的灵魂生命就会感觉夭糕，会感觉做虚空的。但是呢，咱若是有圣经真神的话，成就咱灵魂的食物，咱生命就充满着对真神来迄个真正的丰盛。亲爱朋友，500年来全世界上畅销的圣经是天顶真神的密示，要教示读者，互人归正，教导咱学记，对咱人的生命大益处。要来教导读圣经的人追求完美，做一个完全的人，避免行各样的善事，并且有相信耶稣或者基督徒呢，拢有得救进天国，享受永生福乐的地位。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呢，本乎着圣经提出10大信条，成做真耶稣教会重要的教义，来提供着信徒查考学习，借着真理的圣灵的引带，互咱会当有正确明白进天国的真正门路。这个教义是信仰的基础。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呢，就是圣经重要的教义。既然诚心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咱拢应当爱清楚明白，共同相信并且遵行，进一步来本会查考永生的真理，互咱呢会当做伙牵手呢，行上这条天国的正路。将来呢，会当做伙得到公义的奖赏，荣耀天顶独一的真神。好，今日的节目呢，伫活命食物这单元内底呢，以前呢要奉主耶稣的性命甲咱来根据着圣经真神的话语呢，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10大信条的第1条，信圣经。这第1条的内容是信新约圣经是真神密示，为要证明真道唯一的根基，以及信徒生活的准则。咱首先先来了解圣经拢是真神所密示的。世界上有真济的宗教，也有足济深奥的经典，然后这些特殊用了一生的时间精力，专注伫研究宗教的经典。为什么爱相信这本这么千百文字的圣经？为什么爱敬拜这位圣经当中所尊重敬畏的独一真神呢？为什么爱相信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呢？原来伊就是规本圣经的主角。这圣经分做2个部分，就是旧约圣经甲新约圣经。对起初真神创造天地到人类救主降生以前的旧约圣经，这旧约拢共有39卷。伫公元90年，巴勒斯坦的独泰教团这团体会议当中正式确定新约圣经有29卷。经过300多年，这个教父因收集鉴定才完成。规本圣经呢，总共66卷，以耶稣基督降生做分界点。今日基督教所采用的圣经新旧约全书是伫这个397年伫这个迦太基教会会议顶面确定。这个旧约圣经几个部分是用阿兰文所写，其他拢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新约圣经大部分拢以希腊文所写成的。这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嘛咧讲圣经拢是真神所密示的，伫教训读者，互人归正，教导人学记，拢是有益处的。互属真神的人呢，得完全避免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顶面重要的10条诫命，第1诫到第4诫是要求神的子民尽力去爱神。这第6诫当孝敬父母，一直到第10诫袂当贪心，教示咱人爱人像家己，乃是真神亲自写伫法版顶面的。
所以伫即个出埃及记31章18节嘛，甲恁讲耶和华真神伫西奈山顶甲摩西讲煞了话，就甲即两块法板呢交互伊，是真神用镜头所写的石板。可见天顶真神为着要传达伊的命令甲教示，常常借着声音晓入伊的先知或者是仆人。圣经中间这诗篇有150篇，中间大部分是以色列列国第二任的国王大卫所写的。伊诚心向天顶真神祈祷，坦白述说着软弱，坚心信靠真神，相信真神得到要想善发恶，恳求真神施恩帮助。这大卫伫咧临终时讲，耶和华真神的灵借着我讲，伊的话伫我的喙中。伊讲这话是记在撒母耳记下23章的第2节。所以可见呢，这圣经的话是真神的圣灵感动人所写的。有当时借着人的喙传达真神的话语，有当时借着人的手来甲记录起来。虽然写旧约圣经甲新约圣经或者执笔者这66卷大约有40名左右，但是真正讲起来，因只不过是亲像40支笔。真正咧执笔的作者乃是天顶的真神。所以彼得后书第1章1节咧讲语言呢，这语言呢从来无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讲出真神的话来。显然咱就知影，圣经是真神所默示的话语，是真神的圣灵感动人所写出来。咱讲这第2段咱来解说，讲圣经是证明真道独一的根基。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咧讲，耶稣基督从今日一直到永远拢是同款的。耶稣是天顶独一的真神，人类独一的救主，伊是自有永有的真神，伊永远存在，伊永远未改变。伊的话当然嘛未改变。约翰第10章35节咧讲，经上的话是未当废去的。马太第5章18节19节，主耶稣嘛去讲，我实在甲恁讲，就是讲天地拢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未当废去，拢要成全。所以无论啥物人废掉这个诫命中间上细的一条，又搁教示人安尼做，伊伫天国内面要称作上细。但无论啥物人遵行这诫命，又搁教示人遵行，伊伫天国就要称作大的。所以显然咱就看得到，讲真神的话真正是永远未改变的真理，不但未当废掉，而且拢要成全。无尊重真神的话，就是无敬畏真神，的确未当得到真神的喜悦。什么人尊重真神的话，又搁照伊遵行，又搁教示人遵行，真神的确喜悦伊，尊重伊，所以伊将来呢，亲像真神共款爱当承受天国永生。所以主要所讲，迄个承受真神道的人，上车称作神，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的第10章35节。所以圣经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人类独一的救主。伫这个约翰福音第5章39节、40节，这嘛咧记载讲，耶稣对众人讲：恁查考圣经，因为恁了做内面永生，甲我做见证，就这本圣经。然而恁毋肯到我这来得到生命，所以信耶稣为着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才会讲信耶稣的永生。总是呢，互咱得到永生，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为了众人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对门徒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阮还阁要归从什么人呢？所以今日咱查考这本圣经，就是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这圣经就是耶稣做永生的见证。所以当这时真侪犹太人读了摩西的律法书，相信摩西所记载所以耶稣对因讲：恁若是信摩西，也得要信我，因为伊册顶所指着我所写的。恁若是无相信伊的册，要哪会当信我呢？
所以伫申命记18章15节遐内面讲，摩西曾经讲，耶和华你的神要对恁兄弟中间，甲恁兴起一位先知亲像我，恁爱听从伊。摩西所讲这一位先知呢，就指着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旧约圣经摩西五经就是包括着申命记在内。耶稣升天以前对门徒讲，我以前甲恁同在的时阵，所甲恁讲的，讲这摩西律法、先知的册，甲诗篇所记载，既然指着我的话，拢得甲要应验。就安尼耶稣开了因的心窍，分明白圣经。又对因讲，要照着圣经所写，基督得甲要受害，第3日对死来活，并且要奉伊的名传悔改赦罪之道，对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万邦。所以恁就是这代志的见证。以上这是记载伫路加24章的44节到48节里面所写。对当咱就可以知影讲，主要说以圣经顶面所记载来证明，伊是以色列人所仰望、所等候这弥赛亚救主。伊要为了这罪人受害，死里复活。人查考这个圣经来入捌救主耶稣，来超找得到永生之道，就会当奔走着天国道路。所以耶稣提醒着当代这法利赛人甲文士啦，伫马太福音15章第7节到第9节里面记载，耶稣讲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恁讲预言是无毋对啊。伊讲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是远离我。因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咧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啦。所以可见这圣经这真实的话就是真理，绝对袂当用人的吩咐来代替，免得惹着真神的生气，失去永生福分。所以启示录22章18节、19节咧讲讲我向一切所听见这册顶预言做见证。若是人将这个预言加添什么真神的甲将写伫这册顶的载号加伫伊的身上。这册顶的预言，若是有人甲删去什么，真神的甲对这册顶所写的活命书甲圣城删去伊的份。所以可见这圣经是证明真道唯一的根基，伊是具备着绝对的权威性的，无永远随便人随意甲增加还是减少，或者是更改。因为圣经是真神灭世的真理。这保罗书信当中曾经伊捌论到真理的绝对性。伫这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9节咧讲，我希奇恁真啊紧就离开迄个借着基督会引导恁的，去随从别的福音。迄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一寡人教了恁要甲这基督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阮还是天顶的使者，若是传福音互恁甲阮所传互恁的无共款，因就应当被咒诅。阮已经讲过即马又搁讲，若有人传福音互恁甲恁所领受无共款，伊就应当被咒诅。对以上咱就会当知影，这个教会所传的道理的确符合使徒的教示、圣经的教导，并且袂当加添、袂当减少，也袂当更改，无就会真神的咒诅呢。使徒行第17章20到第3节咧讲，经上记录讲，保罗照着伊所上的规矩入去，1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甲因辩论，讲解证明基督的确要受害，对死来搁再复活。又搁讲，我所传互恁的，就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可见圣经是真理的标准，信仰的基础，生活的准则。既然是违背圣经，或者是任意增加、减少、更改，咱呢就自取败坏，招惹到这个灾祸啦，丧失了永生。这是何等悲哀的代志！
咱第三段咱来讲到这个圣经是信徒生活的准则。第四篇119篇105节内面嘛记载了个圣徒祈祷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基督徒相信耶稣做救主，日常生活跟对着耶稣的脚下行，以圣经真实的话当作脚前的灯，有明灯引带伫头前行，就无得个迷失伫黑暗的世界内面。有真实的话语呢，做生活的标准，会通看到眼前的路况，无得个踢到花甲石，怎来跋倒？无得个跋入这个魔鬼的诡计的陷阱内面。所以这基督徒伫咧行天国路顶面以真实的话做路上的光，才袂得个行错了路，来迷失。去沉沦去因为当看清了正路，找到方向，所以才会当平安行到光明的天国路上，直到度完着今生进到真神为了咱所备办荣耀的天国。圣经既然是真神所默示的话，要教示咱遵行真神的道，要督这人谨慎这个心思言行，互人永远行伫正路顶面。并且教导人呢，学习仁义的道理，效法义者耶稣基督，拢是对人有帮助的。要学真神的人来追求做完全人，备办行各样的善事，得以荣耀真神，互众人受益处。真神是万有的根源，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甲咱人类，伊是咱人类道德的根基，伊就是道就是真理。伊的话教示人去听神听人，督责做毋对的人，会当改过自新，会当归回正道。教导人，会当节节读圣经，节节聚会，节节听道理，节节学习，合乎真理的理道。以圣经的言行，成做咱道德的标准。修身养性，来实行伫咱日常生活当中来荣耀做咱的真神。既然相信耶稣，这是耶稣保会下罪洗礼的信徒，接着圣经的教导，加上时常的祈祷，祈求圣灵的充满，求得天顶内的规律，得以赢过私情恶欲，遵照着圣经的道理来行，将神的善道表现伫咱日常生活当中。所谓听道一个明道，明道一个行道，来会当成做一位得道的信徒。符合圣经的标准，这箴言30章50到第60节嘛，指示咱讲真神的言语句句拢是炼净的，包括以便做因的盾牌。伊的言语呢，你毋通加添强行以这比例，你就显做讲白贼话咯。可见呢，这圣经袂当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来改变呢。然而呢，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科技文明虽然突飞猛进这世道人生呢大不如前。将近2000年前，圣经希伯来书2章1节嘛，甲咱讲早就甲咱提醒所以咱应当爱活法正中所听见的道理，恐惊咱随流失去啦。所以最后说，约翰第4章4节嘛，甲咱讲真神是灵，所以拜伊的呢，必须用心灵甲信息来拜伊。所以今日真神为了咱备办了完整的圣经，而且全世界根据了圣经公会统计呢，大约有2500种圣经翻译本，而且将近80亿人口当中有98%的人呢，拢会当看到家己语文的圣经，这是真美好的信息。愿咱会当以真诚的心灵来敬拜天顶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用诚实的态度来查考真神的话语，互咱会当行伫得救进天国的正路顶面，将来呢，做来享受永生福乐。最后，咱就来重复了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10大信条的第2条：信新旧约圣经是真神所默示，为了证明真道独一的根基，以及信徒生活准则。好，今日画面牛就先甲咱谈论到这，感谢你继续收听。